又嚟到阿樂看房。今日我哋到北角地鐵站，豪宅級嘅住宅項目，樓下有著名嘅北角匯，參觀一個兩房嘅單位。海船之前嘅3房4房大戶型嘅單位呢，之前我都有拍片同大家介紹過啦。今日我哋參觀呢個係兩房嘅出租單位。如果你想體驗一下豪宅級嘅生活係點嘅話，睇完條片不妨就聯絡我啦。大門口旁邊就已經係廚具組合，而客飯廳為廚房曲尺型嘅設計，可以令到家私好靈活咁樣擺位。而露台景觀仲可以望到部分嘅維多利亞港，而房間1嘅間隔亦都相對方正。浴室係有活動窗，加上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現時業主放租係42,000蚊。再重複多次，如果想體驗一下豪宅區嘅生活嘅話，不妨聯絡我先嚟參觀今日呢一個嘅單位。